成功台语 DNA， 舞台飞天搁转地。啥人人气上界称？现场听候你来拣。我是应莲，严应莲哈，颜应莲。我是雕雄，吴雕雄。我伫东区台语文化班做班长。今仔有机会，互我来遮学习一下。我是成大电机系学生。人讲无日毋知道，无手毋知老。恁大家若无来看，都毋知影咱台语的少年遐是有偌高，对毋对？咱的节目就要开始啊！吼，阮两个来为大家服务。好，无问题。安尼刷落来呢，伫比赛进前呢，咱先来安排一出，互大家会当闹热一个的节目，安尼好无？好，安尼刷落来呢，刷来这组呢是一个组合，两个人的组合。啊，入面出来会足闹热了，大家爱记得互伊扑下声，因为一个足高水的囡仔，好无？好，安尼刷落来呢，咱就来欢迎咱的詹奕玲甲宝妹。欢迎！哦，拍声，拍声！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哎，你有开无？啊，你无开啊，歹势。再来一届。这位是阮阿母，哎，大家好，我叫詹奕玲。我叫做陈宣彤，陈是陈宣彤的陈，宣是陈宣彤的宣。啊，恁大家要看卖我的洞是倒一个洞。真好，甲家己拍拍一个。我甲阮阿母是特别为新北市1号来到新台看歌听小的比赛。这已经是阮第3届来看比赛啊，因为我嘛爱学要安怎演讲，未来我嘛会徛在即个舞台顶演讲，互大家听。恁讲好无？好哦，安尼阁等我10年就好啊。所以即个比赛啊办互伊久长，恁讲对毋对？刷落来，我要甲阮阿母表演一首周淑总老师的诗歌，毋是诗歌哦，是诗歌。这条歌叫做《野花》，抱我写甲吹落。清风吹微微，轻脚送香味。阮是野花，无啥花瓣，豆豆我开山坪，用心甲阮听，对你跋山过岭。阮是野花，毋惊你炎风寒。清风吹阮耳，温温啊开心意，只要甲阮相相随万代阮意。清风吹海墘，温柔散香味。阮是野花，无住都市，点点啊开海边。用心甲阮爱，陪你漂游过海。阮是野花，希望人生对台伤紧张，清风吹阮耳，温温啊开心意，只要
万代故年。哎，大家，多谢，因为收紧张伊第一届，我嘛第一届。袂哦，真好真好，大家手会使对咧音乐吼，哦甲伊放松一下哦，摇来摇去，甲阮这少年，真正是少年兄吼，互伊鼓励，甲伊拍谱啊一下，哦，有够厉害的。清风吹阮耳，韵韵啊开心意，只要甲阮相，相随万代故年。金枝玉叶丝丝念念，阮是你的野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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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多谢恁，多谢恁。因为迄囡仔有古锥无？足古锥无？足甲我讲话对无？险啊找伊来做主持人，你敢知？甲我拼过，真正有够厉害。真正，甲咱两个拢拼过。好，过来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咱即届口语组的评分的标准。就是讲呢，咱的口语组呢，演出的内容会占演出的内容设计甲创意会占50%的分数。对，过来呢，台语的用词甲发音会占15%。对，过来肢体的语言甲声音的表情、声情会占15%。啊，搁有咱观众的反应占20%。所以咱观众爱反应较热情的，知无？算伫咱评审老师的评分内底。咱来练习一下好无？咱即马讲，抱甲声吹落。啊，都是爱安尼。就是安尼，安尼即组差不多就第1名。哦，对。好，安尼咱过来要来甲大家讲一寡，恁头拄仔伫报道的时阵有摕到一个物件，就是咱即张是口语组的，大家敢拢有摕到？有吼，蓝色的即张。来，唔通藏起来哦，摕咧吼。对哦，摕出这来。个就是呢，面顶有所有的组别，第1组到第6组。这毋是，这是着面顶即个有8组，对着恁面顶写应该有8组，无毋对吧？对。啊，面顶就是咱按照念伊的顺序会来上台。啊，大家若介意倒一组，爱甲框起来，还是甲记咧。咱念伊边仔只有3个格仔，伊第1名、第2名、第3名，大家爱会记甲填起哩。啊，伫口语组的上尾啊的时阵，咱就会请咱的工作人员甲即张蓝色的单仔收转来。啊，即个呢，就会咱票选咱上尾啊的一个观众的奖，安尼了解无？了解吼，好。啊，到上尾的时阵，咱嘛会来抽咱成功台语即届出的2支笔，一支蓝色的，甲一支柑仔色的。对，所以大家呢会当凭即个抽奖的号码，到时啊呢节目的规个活动上尾啊，咱会来抽即个2支成功台语的笔。好，过来后一页。过来若现场有大学生的，现场大学生甲我举手一下，好无？现场有大学生的无？有，好，无问题。现场的大学生呢，咱上尾啊节目结束的时阵呢，咱会抽咱的成功台语的电脑牌啊。所以呢，咱大家爱会记留到上尾啊，咱会抽这个成功台语的电脑牌啊，好无？
OK 好，坚持到底哦，好，看坚持到上尾到底哦对。看了，因为过来是愈来愈精彩，口语组就已经足精彩啊。是。歌唱组呢，搁较精彩，声音有足较够好声音，对有够好对，看搁较闹热，对，无问题。好好，搁来，后一页，换我吧。换你吗？你讲足久啊？我讲足久啊，我足忝，我肝拢流出来。哎呀，不要紧，不要紧，嘿，阮拢有分配啦，分配讲伊要做啥，我要做啥。啊，但是少年兄爱做较济，做拄厉害呢。咱甲这位少年兄拍婆啊，伊才20岁呢，吼，20岁我阁毋知咧创啥吼，讲伊会使伫台顶啊。旧年伊就是主持人啊，我是今仔日甲伊斗相共一个，所以我袂使讲伤济。袂，你咱加讲一寡。哦，真正是，阮是骨力啦，吼，骨力饱含慢，阮是即马才学台语的。后尾啊，后尾开始慢慢啊，较熟练啊，就比内行啊。哦，即马伫学校教册，吼，就是这机缘啦。台语有水无？吼，以前袂晓讲，真正嘛无通讲吼。我即马要来介绍咱上坚强的评审的阵容。好，来第一位就是咱头拄啊有伫来咱台顶为咱讲致辞的台语诗人周淑忠周淑忠老师，周淑大家忠老会一下师甲我手一手一个头前挂目镜，乌人目镜即个，嘿。好，来第二位吼是咱定伫电视台有看到的，公司台语台新闻的主播陈吉安少年兄，哦，上少年的伊嘛是台文前线的主编，吼有够够，吼，即马拢是请少年咧出头天啊。过来，咱邀请到资深的华台语的配音员，甲换声音的导演，甲讲师哦。林开玲老师，哦，伊嘛是广播金钟奖的评审诶，有够够，吼。再来第4位是咱台江台语文学的总编辑陈建成老师，好，大家感4位，今仔日伊的工作真困难哦，吼，要选出头3名，啊，佫有上第1名，咱合作叫。蓝宝，毋是哦，第1名是新达奖，吼，就是咱迄个诸葛亮啊，吼，伊的名叫什么新达，伊说啥？好，大家拢知呢，就是用伊的名来获这个奖啊，吼，新达奖，咱第一等奖，啊，第2名是秀场天王奖，啊，第3名就是秀场传奇奖，吼，咱小等等下由咱的老师评审老师。恁来动头壳啊，吼！恁来上恁的脑筋啊。好，咱的节目要开始啊，节目足精彩，阮拢讲好啊，莫废话伤济，吼，开始。咱来互选手一寡时间。对，啊，佫有老师佫要问伊问题哦。对，无毋对。好，安尼过来呢，咱就是要来先来介绍咱的第1组。哦。咱的第1组呢，真特别，真特别。头拄仔彩排的时阵呢，就演甲足闹热的。啊，毋过呢，念伊一定是会搁较闹热，因为大家对这一定拢真有感觉，对，无毋对。好，我即摆来问一个，大家有看布袋戏的，帮我举手一下，好无？有看过，还是有看过布袋戏的？开。哦，拢有啦。嘿，替我举手一下。哦，拢有看过。拢有加宣传得好啊。哦，拢准备，拢戏台怎啊现出来？好。哦。恁几囡仔时代开始看布袋戏的，举手一下好无？几囡仔时代，几读册，国中、高中才开始看布袋戏的，敢举手一下无？拢无。有咧看霹雳布袋戏的，举手一下。有咧叫霹雳布袋戏的无？有。好，安尼念面即组呢，伊的表演的内容呢，互咱真期待。我头仔伫彩排时阵就看甲足深刻的，所以呢，念面就邀请到咱的。第1组曾慧兰，伊毋是成大学生哦，伊是中教大台语系的学生，对，曾慧兰，伊要来甲咱表演的内容是落车过山。咱即马呢，走叛进去，好袂要紧。咱即马戏台已经搬出来，啊，毋过伊搁咧准备，因为假戏较济。有人看过布袋戏后台的无？有人去过布袋戏后台？有，假使是毋足济对无？对，我拢听阮兜的人拢甲我讲，因细汉拢会走去布袋戏的后台去偷看人咧穿假戏。有可能讲，伊本来就是讲，
无共款的角色，哪会拢哪会听后壁后台到底是钱几个人，哪会无共款的角色啊？讲甲安尼遐闹热安尼，结果无呢。阮兜的人甲我讲，伊去后台看到是共一个人在讲无共款的角色，安尼实在是有够厉害。连伊这呢嘛是共款，共一个人在讲无共款的角色，毋是后台偷钱真侪人哦，共一个人在讲，啊家私嘛足侪。对，一个人演过来的角色，恁有熟悉什么角色？你有熟悉什么角色？会通讲一个无？苏彦文、钟景仁，阁有无？乌白龙君，后尾两起，后尾两起，怪脑子，有，啊阁有无？倒位？王通林有，好，安尼大家是认真，真正有看到的。好，安尼无问题。接落来呢，咱就来欢迎咱的第一组曾慧兰中教台台语系落车过山，头一个热烈的捧下声。好，来掌声鼓励。恁大家有相捌无？无相捌咯。那安尼，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李，名罗车，我就是李罗车，李罗车就是我。闲来无事，做一首诗来甲忧愁一下。东边看过来呀，西边看过去，原像是一甲满肚筋。店面若出事哦，是着见笑是着我无爱演人哎哟，反正见笑是我，啊毋是你呀。毋过，哎哟，无要紧，你着放心为迄边的山头行过去就好啊啦。你若演了好，我等下请你食汤啊。真的吗？当然啦。好啦，安尼我先来去。那个不好意思，后面音乐直接帮我卡掉就好，我直接这样子演。哈哈哈哈！我只生亦我只讲，我就是轰动武林，行动万教。啊，迄落不上把好，无说伊互伊拍下去食好啦。啊，佛祖吼，看我可怜，给我一个定生活的机会。搁起迄落好做，哎呀，毋是啊，囡仔，毋是迄落好事啦，是阿弥陀佛的迄个佛祖啦。嗨，就是顶世人吼，做受者侥幸失德代，才伫咧活伫2026这个年代啦。唉，钱是先趁着趁袂赴开，小大税金是一直来呀，心酸艰苦吞北来呀，这款生活你毋甘知呀，你毋甘知。但心酸是该如何来排解呀？这我知影，去庙会拜拜求平安啊。有啦，免若去庙会拜拜闹热的时阵哦，拢会听到人伫遐喊讲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有无？有啦，就是爱像伊安尼大声甲喊出来，安尼才会灵感。啊，等者大家就对咧发有哦，无问题吼。OK， 大家无问题吼。好，准备开始哦。天公伯啊！啊，有咱在场的所有同学顺利毕业，找有头路，有无？啊，搁咱所有在场的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四方八达，五方之内，滚滚入家来，咱大家斗阵发大财，恁讲有无？有无？大家声甲吹落去。好啊，看梦看，起无一样啊好啊！为着过三顿，是无惊，本领高山也着行，有无兼带客听车，来去趁钱较要紧呐。哎哟，来遮好心啊！你好心，我还阁放啊咧，人我明明就是抬高精，
哎呦，泰哥姐，泰哥烂落伫我较远的，对，啥物泰哥烂落的？人我好的明明就是最有名的迄个泰哥啊！啊无狗子囡仔你是食哈？我吼，我是恁阿爹，无义要互迄狗子囡仔比哈？啥物叫做阮阿爹？我看你是去人拍啦！哎哟，你着毋通遮生气啦！我就这是一个误会啦。哎呀，我管害你6月嘛是共款啦。我看你3好加1好，无礼貌的你应该死好啊！哎呀，火气莫遐尼大啦。俗语吼，人咧讲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咱着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啊，若无事吼，我甲你回一个失礼，我着先来走啦。你甲恁别动诶！今仔日爱上班，心情就咧无爽快啊！啊，搁拄着你这个无礼貌的狗屎囡仔屁！哈，我今仔日吼一定要甲你拼一个，毋是你死，就是你亡！哈，我敢有听毋对？毋是我死，就是我亡！啊，哪有人安尼拢是安尼拢咧报应的啦！哎呀，看鸟我！哎呀，可恶，泰哥姐莫走啊！这个海啊，歹话啊，紧选哦！哎，看我替天行道，拍死你这只泰哥姐爷啊！干你！搞死囡仔屁啊！啊无，你是何方神圣啊？啊，我哪会拍袂赢你啊？我。三太子，你落车正是啥？你是三太子，你落车，啊，你毋着较早来报名咧？吼，夜包啊吼，无咧认真看戏吼，人我一开始就有报名呢，啊，敢有影？我真诶有咯。三太子啊！是嘞啦，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啊！啊，就请你哦，手势举好，管放我煞啦！三太子啊，你着听我解说啦。但是哦，有遐尼济无天良的吼，拼死命伫咧做土地开发啦，害阮遐厝税是愈起愈悬。若无我一只太公，我嘛毋免来遮开有报啦。啊，三太子啊，就请你原谅我啦。好啦，你莫哭啦。好啦，莫遐伤心啦。好啦。三太子啊，你着爱保庇我身体英王呢，还叫我大家遐啦。你看，你嘛听咱练笑话练几寡步啊，啊，恁着顺便甲因斗保庇啦。好啦，我知影啦。哦，啊，我拄则甲你拍，我嘛毋对，我先甲你回一个失礼。啊，我等一下请你食糖啊啦。大家遐咧，是要安怎？这个嘛。那安尼吼，大家遐就交互你啊。好啊，当然嘛无好问题。好啦，那恁咱两个先来去。好啦，来去行。好，有缘共款，甲遮祝福送互咱所有在场的观众朋友，祝福大家合夜高升万事兴，身体健康，庆友谊。拢有准备呢，哇！成功人，成功大家一定会成功。多谢大家。哇，有够厉害！哦，真可惜吼，咱彩排时阵有音乐的吼，啊，即马走无出来。即马本来是配乐的，拢配好好。对啊。啊，无张持的，嗨，即马就无法度啊。吼，啊嘛是家己拢无看过咧，一直讲。对啊。才2年尔呢，啊，因妈妈伫边啊，敢若因妹妹咧，哇，敢若因姊妹啊，毋是妹妹啊，因专家吼拢来啊，家己伫边啊，甲因斗加油，够。对，大家有摕着糖啊无？摕着糖啊，甲我举手者好无？拢有摕着糖啊？哦，拢有捡着。等伤远啊。真诶吗？等一下伤远。古早演播的戏拢会等糖啊出来吗？拢会等糖啊出来。哦，了解。蛋钱哦，你捌看过蛋钱诶？
有等钱的。哦，较好啦等银角角，这个音乐理所安尼可能是咱经费不足的款。安尼大家头仔看了，安尼有精彩无？有精彩吼。好，接落来呢，咱就甲你若有介意即组，会去甲你的手面顶迄单仔小可箍一下。你若第一组，你若介意第一组的，会记你甲面顶的单仔箍一下哦，会记做一下记号咧哦。弄记好吗？大家记甲足认真诶，安尼，即组真受欢迎哦。好，过来，咱请咱的观众，先请咱的老师好啊。咱老师先来分享一寡恁的想法。咱请哲安老师来分享你的想法。大家好，其实吼，第一组就是拼布袋出来，啊，我较多介绍无介绍到，就是我布袋家己嘛演10年啊，半10年啊。扑我声，一个扑我声。所以我头一个就是要拜托大家爱甲较多迄个选手抱一下鼓励一下，因为迄个音乐吼，若是长去吼，迄个全部拢爱用骂声来讲，迄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嘿。啊，其实我嘛是感觉吼，因为小可紧张啦，就是无看过遮侪人，因为演布袋戏拢无遮侪人过。嘿，对，即摆演布袋戏头前后台拢比头前较侪人。对，头前差剩2-3个演拢新面咧看尔，嘿，拢无人，所以我是感觉讲吼，这布袋戏若是少年人吼有演布袋戏，迄是真正足难得个代志。啊，若是讲，因为我嘛就想要问这个选手讲，因若是即摆少年人若看无布袋戏，有啥物？就是有啥物通好推广，继续推广落去。若是有机会来推广的时阵，伊会安怎继续甲即个布袋戏传承互大家，还是演互大家看，还是安怎？嘿，对。了解，安尼我就问一下哲安老师，你即马敢有搁在做一寡推广布袋戏的代志？即马工课较无用啦，即马工课大家工课拢做无用安尼。好，无问题。安尼咱过来呢，就是因为因即马搁咧准备设备，所以爱稍等一下。所以呢，咱呢即马就要来，我先介绍一下第2组好啊。第2组呢，因嘛是双人组哦。因即马呢，伊会开始讲一寡俏谈，对，大家知影啥物是俏谈无？知笑亏，对。所以呢，咱介绍咱的后一组，嘛是咱的中教台台语系的2个人，洪建勋甲陈奕晶，因要来讲选择。咱大家互伊一个热烈的扑克声，鼓励。欢迎2位少年兄。嘿，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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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建勋，我是晶，阮是15分钟握准 out， 大家好。建勋，你即摆4年对无？哦，对啊。安尼毋着你要毕业啊？差不多爱甲读3档。伤久啊啦。敢会？台语系敢有需要读遐久？哦，无啦，因为我是转学生嘛，所以本地就需要用较侪时间来补这个课业啊。有影？哈，有囝？像会囝啦。我听人讲，看一个影会生一个囝咧。无遐高生啦。啊，毋过阮母也生7个呢，这个上细汉的啊，你看。真高水呢，安尼有影高生呢。毋是啦，好，我你母是咧，我想问你转学的代志啦。哦，好啊，你要问啥？哦，安尼先为转学进前开始问好啊。你是安怎要转学？啊，这哦，其实我一直拢想要读台语系，结果考大学的时阵，因为分数无够，就先去读别间学校啊。读到一半吼，有朋友建议我讲，会当搁有家己一摆机会，对我家己的选择。然后我就那么等咧，报名转学考，尾啊就顺利考掉台语系啊。等，嘿。等咧。无啦，迄无重要，囡仔人有耳无喙啊。我这毋是囡仔咧。无你来啊，来，来，你来。148公分，无够150咧。体重哦，好啊，袂啦。你这个数字足标准的呢。即马哦，要找像你安尼细粒子的体格，佮骨髓好斗阵的人，对无？我看是真罕啊。无啦，你嘛3抽啊。你的瘦是正经瘦啊，我这吼
是食无饱的关系啦。食无饱哦。对啊，讲到这我有想起，你敢知？迄台中的食是贵三三呢，一个月所费都无够食啊。无你头顶一间学校的时阵拢食啥？我拢食路边摊啊，迄路边吼有野菜嘛吼野菜，安尼拌的拌的啊，啊边仔溪水洗洗的当食路。边搭无卖这啦，有啦，我后摆带你去食啊你。无爱路边搭你家己去食，哈，去食哦。有量啊！毋是即个去食头家，啦，毋是哦。毋是啦。哦，无我换一个方式问好啊。嗯你去中教大了，敢有感觉转学即个选择是正确的？哦，这当然嘛有，迄转过了啊，要食物件加少里边的。安尼你甲大家分享看觅。因为阮学校啊附近有迄7嘛，啊因迄卖菜拢是洗好的。上帝问这啦，讲一寡较正经的啦。哦，好啦，要正经的，正经的嘛是有啦。去台中了后吼，我发现一件代志，伫台中啊，你若点迄肉色饭，啊伊会捧卤肉饭来，啊伊若点卤肉饭，伊会送控肉饭来哦。听无啦，你讲啥？我听无啊啦。哦，我是讲伫我听台中，有啦，听有，你搁讲听无？我听有，毋过我听无啦。听有，听无？哦，好，了解。。讲到即个卤肉饭理论啊，就是你掠准讲家己的选择是对的，结果最后才发觉讲迄毋是你要爱的啊。这我都有经验啊。哈，你嘛想要食卤肉饭？我是讲选毋对即个代志啦。哦其，实我嘛是丁课才来台语系呢。安尼你原本是读啥物系啊？哦，我本地是读会计系啦。哦，我原本嘛当做读会计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毕业了后就随去上班，免惊以后找无头路。毋过吼，我愈读愈感觉讲，我实在是无介意规工拢甲数字做伙，就决定要先休学，啊，趁这个时间来找看我家己到底是要啥物。袂歹呢。啊，是讲你安尼休学嘛，啊后来搁停课，敢会有啥物迄种较困扰的代志？哦，那硬要讲应该是年纪啦。哦，安怎讲？因为我算是慢2档才倒来读册，同班的人才拄18岁尔，我一个20岁的人伫遮嘛是真奇怪呢。那有啥物好奇怪？你毕业嘛是24岁尔，对无？根本就无差啊。啥物无差？阮朋友拢已经出社会2档啊，我才拄毕业。毋是啊，你看人。你敢袂想要读透来赶紧毕业？当然啦，哪会当量早读了想无爱，对无？你今仔甲我吼，伊讲，毋是啊，我甲你讲哦，我这学期啊，就要甲阮班的做伙毕业班呢。看袂出来呢。平常时嘛要咧读册，哪有可能会当准时毕业啊？歹势歹势，我赶时间啊。弄溜咧啊，无你顺续弄厝回头好啊。你哪会知啊？敢讲，其实我最近就是我感觉就是我有说去啊。莫假啦，要讲讲。哦，好啦，我讲啦，你莫生气，就是吼，我介意阮班的阿美啊，毋过我一直毋敢讲出嘴啊。若是家己伫遐讲讲啊，无人哪会知？若是讲出来了，连朋友都做袂成，要安怎？根本就无差啦。啊，你都要毕业啊，就算失败，恁老爸嘛袂阁去着面啊。你哪会当去讲话？啊，是哭。对啊，你看袂出来。感情这种代志本底就是安尼啊，你连开喙的勇气都无，阁想要讲谈恋爱哦。啊，而且你甲我转来啦，我咧讲话，你扮啥物野菜啊？反正我就是输啦嘛，我名号叫毋对，我嘛毋敢甲老师讲啊。我废物啊，我笨手啊，无我规气，好啦，是嘛免讲甲安尼啦。啊，好啦，无我甲你回去咧，好无？好啦，其实吼，头拄仔听你安尼讲了，我有想通啊。水心内吼嘛有主意啊。讲看卖啊。哦，我会选卤肉饭。毋是即个选择啦，多谢多谢大家。好，好，一个咧破声，请2位选手留步。好，咱即马呢要来和评审开讲一下。对，咱请咱的建成老师来和选手做一寡开讲。表演了真自然啦，而且因用的名词拢真生活化，我感觉安尼真好啦，但是有一我有要甲恁问3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讲，因为选定即个名足抽象啦、抽象啦，像你是安怎较会要用即个主题来表演，啊，第二点就是讲，你是安要用漫才即个表演的形式，啊，第三点就是讲，是安怎较会想要来参加即场比赛？好，多谢老师。第一个就是选择，因为阮头拄仔讲的内容内面，就是有讲到，因为我是
转学的，伊是有搁过一个休学搁停课的过程，所以讲，阮就会感觉讲，可能伫考高中考大学的即个阶段，阮两个人拢有搁过人生的选择，毋是干那讲第一摆考试，也是讲第一摆的即种分法，就决定最后即4年要伫同一间大学生活安尼，对，所以阮就掠一个共同点，出来想讲嘛会当互遮的观众会当看敢有类似的经验，也是讲去思考即个议题。第二个就是讲是安怎会用漫才即个形式，因为即马其实若要甲台语推广，互搁较侪少年朋友，也是讲搁较侪人知影，用一般的方式，也是讲用较固定的即种，不管是册还是戏剧，可能真侪人在做。毋过漫才当然伊嘛是一种表演的形式，安尼咱嘛会当甲即种表演的语言换做台语。反正因为头拄仔其实看大家反应拢袂歹，即种形式反正会算，互大家对台语有趣味，会当会想讲要学，想要知影到底是咧讲啥，大家在笑啥，所以用即种较少年化的形式表演互大家看安尼。第三个问题刚好已经回答安尼。歹势。第三个问题就是讲，老师歹势，第三个问题。歹势。想要来参加？哦，就是因为阮两个拢足介看迄漫才嘛，是。想讲有即个成功台语的即个机会，搁有迄个奖金，安尼会当摕安尼啦。就看敢有机会摕到迄安尼，所以就想讲来试看卖安尼。主要是我补充啦，当然现实的层面也是有，不过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当然成功台语有即个舞台。平常时若是讲像即款漫才的组合，也是讲要去，因讲的叫做 open mind， 就是去试遮的内容安尼，可能爱走去台北，较有名的伫台北，也是讲伫高雄安尼。想讲即个舞台嘛会当互大家来看，就是今仔日即个观众也嘛是可能比迄个市面上也是讲一寡地下室的迄种俱乐部人佫较济，安尼较热闹，嘿。大概是安尼，多谢大家，多谢。好，互伊一个拍声。好，多谢咱第三组因咧准备啊。无毋对，大家头仔看了有趣味无？恁敢有伫节目面顶，还是伫网络面顶看过即款的表演？毋捌，有诶无？你捌看过台语的即款的表演无？有诶帮我举手一下，好无？有哦，足侪人拢有看过即款表演。OK， 因为即款表演呢，就是呢两个人会伫面顶讲一寡笑话。小亏，无就是伫讲一寡趣味的练笑话，练笑话就对啦。有淡薄仔像进前的即个叫做相声，对，有淡薄仔像相声，替西玉玲珑，然后对啊，大概想安尼，只是因的即马变做徛一个麦克伫遮，因两个人在讲话安尼，大家都会笑甲用要变过安尼。好。过来呢，要介绍咱后一组的参赛者，就是咱转来到咱的成大。即个呢是咱成大台文系的学生，是一个真优秀的查某囡仔，叫做陈依芬。伊要来表演的主题呢是叫做独立去独立。到底独立是啥物意思啊？独立搁去独立。咱热烈的拍声来欢迎张依芬。大家好，我是依芬。你讲我已经结婚了哦？哎哟，无啦，人我是已婚，毋是已经结婚的已婚。已是草字头加所以的意的意，婚是混草的婚。我今年要袂嫁咧。唉，人我自细汉个性避暑兼贫惰出门。尤其是学习了后，就一日到暗守伫厝里。无啊，张我小姐，你秘伫房间创啥货啊？要生姑啊，甲我出去老实实咧啦！好，爸又搁变做平湖菜龟10年啦！哎哟，有影好心跋落顶，吵死啊！
过不二三钟，选来去阿嬷兜，阿嬷上疼我，安尼耳孔较清净。我三步做两步来到阿嬷兜，看到阿嬷拄好咧烫衣服，我开喙就塞奶讲：阿嬷，我来啊！你咧无用烫衫哦？阿嬷听一个冰白解，300孙，阿嬷咧熨衫，毋是烫衫啦。侥幸哦，我即个台湾妈哪会饲一个外省仔孙？我咧，人若衰，政府啊，阁会生菜瓜呢。明年啊，去互人骂闭母，明年啊，阁互人哭说是外省囡仔。有影心情压杂，自赞袂调。想一个真，人骂的、念的，嘛是有理咯。我确实点空句，台语哩哩落落半正白，阁要甲人去读台语系，哎哟，会去互人笑死。18岁啊，真正爱当大人啊！好，来去来去。我这个道理要来去道理学台语。哈？啥？你讲我最毒妇人心要道理哦？无啦，人我是正讲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代好人呢。免惊，毋是要甲你毒好死，我是想要毒一个人去旅行，也就是华语的壮游，就是一个人用双脚去处理想要去的所在。草地亲情，食饱就行。我是火车票拆好，连面就去行。火车渐渐咧去行，再会我的故乡甲亲情。我歹东看看的牌啊，坐伫火车顶，目睭看窗仔外电火条，直直倒退路，景色愈来愈青昏，心情也紧张也欢喜。小姐人啊，你排遐东是要去倒位？我头看一个真，原来是一位阿伯啊，咧关心我。我随应讲：阿伯，我要来去台北。要去台北拍拼哦？毋是啦，是要去壮游啦。吼，原来是壮游，无怪行李遐尼重。啊，原来阿母讲的是真嘞。迄阵咧款行李的时，我准备一领互伊2双鞋，4领裤，8领衫。阿母目睭银汪汪。啊娘喂！一捆头，4领裤，一个骹棒甜蓬蓬，啊是要对人走哦？阿母，人我有铺排，4领裤，1领青，1领黄，1领优美，1领万一。好，又在你唔听老人话，你会真狼狽。阿母，你莫看鸟的无点，大丈夫啦。就安尼，坐踮车内，一路摇啊摇，天色也到暗落。台北到啊，爬落车的旅客，请毋通袂记入别人的行李，嘛爱注意月台边的空客。落车了后，阁搬2架车来到九份啊。听讲遐透早日出足水，我有请舅公啊。你讲阮舅公住九份啊？哦，无啦，舅公就是Google先生啦。有小解一个所在，会使看日出的好角势。我4点就精神来到地，想袂到真侪人比我较早来，做伙欣赏日头铺上山峦的好景致。天豆豆啊拍曝光，我咧想日头应该要出来啊。就伫共即个时阵的共迄个时间，一粒日头雄雄跳出来，我跳一个大声喊讲：日头出山，日头出山！边仔人听着，拢惊一条，啥出山？
乌仔喙，囡仔人乌白讲话，迄叫日出啦。哎哟，我若无好好学台语吼，我的台语真正会出山啦。读万卷册嘛爱行万里路。我即个独立头一摆7天6暝独立学台语，虽望有淡薄落差，毋过我会晓家己计划、拍票、坐车、订民宿，佮强逼家己用台语甲人拌暖。台语进步有够济啦，佮有哦，你有看无？我的腰佮进步愈济哦。多谢大家。好，一个独立哦掌声。好，请咱的选手留步。哦，原来独立去独立，就是雇一个查某囡仔，家己一个人去创啥物？去旅行，对。安尼讲，咱讲做文言语就变独立去独立，对无对无？好来，咱过来嘛是共款，请哲安老师来含咱的选手开讲一下。我毋知影你有训练过，因为我感觉你的声音足明的。感谢感谢。对对，啊，讲话迄个音嘛，讲啊足明的，对。啊，而且佮利用即马真流行，人讲谐音梗啦，就是华语甲台湾话之间的迄个谐音梗，互人感觉足趣味安尼。我感觉其实即马少年人嘛是需要有一寡动机去学台语。所以我会想讲，想问你讲，你为虾米今日会徛伫咧即个舞台上，想要来参加歌听秀？啊，过来就是讲，你认为讲现时代台语要安怎来推广，才会当来吸引遮个少年人继续来学台语？好，感谢评审。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为我国小的时阵就开始有咧练写台语的字音字去，就是台语其实是有文字的。啊，我为迄阵开始，我就真骨力，嘛有入去全国赛来比赛。啊，我就感觉讲，台语这个语言其实足水足美丽。啊，毋过我就发现讲，我共款的少年人，其实有真侪人是袂晓讲的，所以我就想要，我的动机是我想要甲遮尔水的语言甲伊捡倒来，因为我感觉一个文化，迄是需要语言来甲伊慢慢啊提升推动的。所以对我来讲，台语遮尔啊重要，就是因为我感觉文化的语言是文化的底底，所以咱就一定要好好保守咱的母语啊。我会来参加成功台语的比赛，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公司台语台talk show台语，啊，我看的时阵我拢笑哈哈，因为我感觉哪会遮尔啊趣味，所以我就想讲，我敢有一天嘛会使徛伫舞台顶来讲talk show的部分啊，所以我就是真有即个动机来报名参加即个成功台语歌听秀的比赛，啊来报名即个talk show的部分。好，啊，第二个问题是讲，要安怎用台语来吸引少年人？我其实伫咧即学期，我是成功台语伫咧准备即个台语版的活动的主持人，佮有筹备的人员。啊，伫咧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讲，台语用游戏化的方式，佮有含一寡教学做伙男咧，就会当互少年人感觉讲足趣味的。啊，即个台语家己用做倒定算的方式，就会互大家愈来感觉讲，原来。台语毋是足古早一款即个形式的语言，伊其实会当和现代的语言做伙融合的，所以我感觉讲，我嘛为即个做主持人的过程当中学着足侪，嘛去引真侪人来学习即个台语，所以我感觉足欢喜的。希望大家我会当去引更较侪人来对即个大家做伙学习台语，感谢。好，互伊一个扑克声。真正有教识的台语少年。足对啊对精彩的，拢是毋是伫遮呢。？这查某囡仔是毋足优秀的，够对无？厉害。对吼。评审老师拢讲过啊，足明的，迄拢足清家的。己足清楚。对，迄家己一个人伫台顶安尼讲来讲去，还可以使换角色的。对啊对啊对啊。好，第四组更较厉害哦。第四组更较厉害，啊，毋过伫第四组出来以前呢，我先甲大家介绍一寡，伊头后讲到台语办桌，因为呢，迄是阮伫成大办的一个活动。台语办桌呢，就是呢，阮会传便当甲饮料，啊，大家呢就会当来阮活动的所在，做伙食饭、开讲、啉饮料。啊，毋过呢，迄伫大学足罕你看到的哦，就是大家拢讲台语。啊，头拄仔即位选手呢，就会伫头前带大家讲一寡台语的字啊，讲一寡台语的句逗啦，介绍一寡台语歌，也是介绍歌戏、布袋戏，拢是由即位选手来介绍的。
阮参加的人呢，就是伫下边开讲做伙讨论伊介绍的即个物件，全程拢用台语，所以这是阮伫成大办的一个真特殊的活动，叫做台语办桌。对，好，安尼过来呢，咱要来介绍后一组，就是第四组。第四组呢，原来嘛是咱成大的学生，毋过呢，伊已经是研究所啊，伊是成大中文所的学生。对，伊号做吴怡珍。伊要表演的主题呢，叫做仙饼仙。咱来期待一下，好不好？互伊一个扑克声。大家拍我声鼓励，欢迎第四组的选手。大家啊，要出海啊呢，迄猪哦白买啊！咱这讨海人啊，出来行船静静啊，先甲这五王甲拜一下。出海掠鱼啊，拢袂放心嘛。你看，遐哪有一只毋捌看过的船啊？无，咱划过甲看卖啊！我也是一个仙界小神，当头礼拜这仙界是无偌久，即马无啥物佚头，就是负责记录这天庭大细项代志啦。到年底咧，才去甲玉帝偷偷来报备啊。除了这顶悬的大头家啦，是无啥共款其他的就甲我伫人间甲人讲古写册工课拢差不多啦。哎呀，人咧讲的讲古仙就是我啦。在座的各位乡亲父老，小心有了哦！泡泡啊！哎呀，感谢大家啦，遮尔热情着啦。今仔日透早咧，我雄雄就接到一个新任务啦。听讲伫台湾的下港已经有新闻连续相拍几啊工啊啦。真假是天地硬碰碰，日月暗无光啦。敢若念上鳌派太子爷讲，嘛真假无分输赢咧。这顶悬哦，叫我来去看卖呀，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啦？哎呦，土地公伯啊，哪会来啊啦？哎呦，土地公伯你哪会来啊？我知影啦，绝对是在人间哦，求到你遮来啊吼。即马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啦？嘿，是。原来是安尼哦，一声害啊，代志哪会要甲遮大条啦？歹势，我袂记你讲啦。若无当机哦，这大概是听袂着这土地公伯是咧讲啥啦。哎呀，无要紧，我来替大家解释一下。这代志啊，就爱为明朝尾才开始讲起啊啦。这当时啊啦，这五虎千岁哦，还袂到南昆新这个所在啦。前一届出巡的时阵呢，这五虎千岁就想着空龙这块地是一个好货啦，想讲这尔好的一块风水宝地啦，若叫人抢伊哦，就伤过无彩啊啦。伊就决心，就想讲，就定一个当钱来做个记号啦。后来咧，时间哦是过了真紧啊。有一回，这渔民出海掠鱼啊时阵，煞去拄着毋知影是安怎漂流在外的王船呐。这船顶咧放晒着李、狄、吴、朱、范，这五虎千岁啦，因就决定要甲伊引转来起庙放晒啦。哎呀，这时间是过了真紧嘞。后来一届风台天啦，这风雨是伤过大啦，应该来当目睭金金哦，看这庙是叫海甲夹入去啦。哎呀，这个时阵呢，这五虎千岁雄雄就想着讲，哎呦，我当初时啊，敢若捌想到一块风水宝地，佮定一个铜钱来做个记号咧，就决心咯要去找这个宝地啦。后来咧，谁知影？这个五虎千岁，迄时阵想着，佮定一个铜钱的这个宝地咧，即马竟然是万神爷爷，就是囡仔讲的共喜弟弟啦！哎呀，这囡仔讲哦，在生之前咧，就是伫即搭咧放牛食草啦。有一摆咧落大雨，煞雄雄找无所在通好避雨啦。甲规身躯哦是拢澹漉漉啦，煞连一丛通好炸花树啊拢无啦。即马到底是要安怎的？这个时阵呢，这囡仔讲一月头煞影着有一块地，真奇怪哦！这块地嘛无介偌大，就差不多一人才看尔，煞拢完全拢无雨啦。这土骹哦是落到拢就要淹水啊，无听到这声音偌大声呢。结果咧，这块地煞干枯枯啦。
啊，这囡仔讲哦，一打着这块地，随感觉讲，无共哦，这块地是有灵气的啦。就安尼呢，这囡仔讲哦，逐工来遮饲牛的时阵，就伫即搭遮坐咧。后来佮订一支当针，啊来做咧记号啦。啊时间是真正过了是足紧的啦。啊，这土地公伯啊，头拄仔就甲我讲啦。这双方哦，要找伊做证人啊，就是要来看卖啊，到底是谁先甲这记号甲带入去的啦。啊，结果咧，上下的来啊啦，谁知影这个当针啊，竟然会当入迄个坑，啊，甲插入去啦。哎哟喂，迄外口单位讲拢无大家遮做的啦。啊，这下害啊啦，双方哦是愈吵愈大条，愈冤哦是愈严重啦。啊，到尾后咧，竟然动手甲拍起来啦。这土地公伯啊，头拄佫甲我讲啦。这请山岩的佛祖是看袂落去啊，要去请天上圣母甲保生大帝甲调解啦。来啊，真正是人讲人真正是哦，生命有够紧的啦，歹势，袂记你讲啦，小心有礼啊啦。是，这佛祖就甲因苦劝啦。因想的，继续若佫拍落去嘛，毋是办法。这佛祖开的条件，因想听起来嘛袂歹呢。无好啦，甲这约束甲定落来啦。契约哦是安尼啦，第一呢，五王带囡仔公去小庙；第二，大庙来进香，小庙是要有敬第三，有福同享，互这南昆生的香火是更较兴、更较旺啦。即摆看，你看卖啊啦，连神明拢叫因行一个啦。真正是哦，我头拄看伊安尼拍甲安尼着，迄规个是风云变色，佮飞沙走石啦，连我遮拢看会着。我连我拢毋敢甲活过啦。即摆真正是哦，即摆看起来哦，这世界嘛不比凡间平静啊。佮较莫讲哦，这生命若拍起来哦，佮较是惊天动地啦。等者，文昌帝君来向卡来啊啦。系啊，等者。文昌帝君，是，我了解啊，我知影我物件我赶紧互你啦，好。这论文哦，我即礼拜交互你啦，我即礼拜交互你，是。即礼拜惨啊啦！即礼拜毋着明仔载啦，系啊，我无时间啦哈。就感谢大家小心心来去无闲啦哈，大家看甲欢喜哈，感谢。好，互伊一个热情的人拖讲声。大王好力气，二王好流水，三王好地理，四王好谦虚，这五王是好义理啦。这昆生王的名声是无神不知，无神不晓啊！大家啊，爱记你找时间去南昆生行看看哈，嘛会记你爱踅去后壁的万神堂参拜哈。感谢大家。好高赞！哇，有够厉害！伊果然是仙的呢，伊拢无叮当这任务的对伊讲的内容叮当呢，原来是仙的呢。毋是，真的也用简报笔哦。废话啊！当然即马伫现场咧，即马伫现代咧，即摆科技好无？科技爱家己新科技，安尼真的嘛是爱学咧用就对我若无用这大家想讲奇怪，这是安怎呢？人就讲你足兴的啊，人就讲足兴的呢。当然嘛，互大家了看解。共款，咱请咱的评审老师和咱的选手来开讲者，咱请咱的邱淑忠老师。这个题目闹得滚滚啊！华语咧讲仙气十足啦，咱讲先拼先拼到搞这天，我想讲今日要讲搞这天呢。请教你吼，你这出衫是去共做的还是家己做的？我家己买，谢谢。开档我无厉害。好啦，因为你家己开钱买吼，我搁加1分落去。感谢。好来，请教你吼，为啥这题目叫做先拼先？甲大家小分享一下。其实哦，是因为讲，若讲到先拼先哦，大家应该想着讲，台湾新民若咧斗法，会想着五虎千岁甲
囡仔公的即个故事啦。啊，搁来的话就是大道公啊，甲妈祖婆的故事啦。啊，我想讲，若是道法道甲遮尔啊厉害嘛，特别我嘛家己特别介意的话，就是南昆新这个五虎千岁的故事啦。好，安尼无问题呢。安尼老师敢阁有想要问伊啥物问题？目前无。好，安尼大家头仔看了这个故事有精彩无？呼个声吹落一下。感谢大家。好，安尼请退下。好，感谢我退假。哦，退假，哦，好。行一个，我头仔看伊头仔彩排无穿安尼呢。伊头仔彩排无穿安尼，向行起来，我想讲，哪有先的来啊？好。安尼呢，过来呢，咱就要来介绍咱的后一组啦。伫伫后一组上台进前呢，来和大家小可开讲一下。咱现场有几北部来的举手一个，几北部来的举手一个，有专工来的，有几中部来的举手一个，有中部的无？几南部来的举手一个。咱都是南部。全部拢南部的。咱本地的。哦。爱捧场啦，对啦。东部的无？东部的无？无东部的，好，不要紧。安尼呢，咱台南呢，大家就知影，咱台南上济好食物。来，凊彩讲一个，台南有啥好食？啥物件？鳝鱼意面、打面蚵仔煎、冬仔米糕、虾卷、牛肉汤。哇，大家拢讲啊准，有影，安尼真正有影台南人。南部人就是拢知影这个物件，对。咱连面结束了后呢，暗顿呢，大家就会当去食一个好料的咧。头拄啊讲的拢有记落来吼，连面爱去食一个好料的哦。安尼过来呢，咱要来介绍咱的后一组，就是第五组，总算是查甫囡仔。咱即摆呢是几中正大学来的查甫囡仔，是中正大学的法律系，叫做陈彦富。伊要来讲呢，家己好食款。有人几家己来无？举手一个。有人几家己来无？有后壁有一个，后壁有一个。亲友团。哦，后壁有一个几家己来的，不要紧。咱即马呼个声吹咧，欢迎第五组。大家好，我是陈彦富，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家己，讲互你知影，啥物是家己的好食物。若讲到家己，你会想到啥呢？有人讲阿里山会使看风景，啊有人讲本期会当食便当。若是我讲迄拢无够看。有一件代志，无讲你毋知，讲话互你倒头知，就是伫咧阮家己两支骹的精神哦，拢背袂出阮的地界啦。好，啊刷落来。就亲像家己的迄个伙计，就较济过阮家己人。迄伙计哦，阮真正是出门哦，行无3步路，就会去踢着伙计呢。啊，人讲要食好心家己合，你敢知影？伫咧阮家己是啥呢？是要食伙计家己掠啦。迄中昼顿要食啥哦？出门现掠就好啊啦。啊，搁有新港啊，新港上界出名的就是牙。这牙哦是较济过路顶的乌多摆呢。新港人我都话讲新港也闽洋，好，无要紧，我应该是讲闽洋，我若讲毋对，大家就当作我讲对啊吼。闽洋上爱出名的就是牙，啊，迄牙因早起拢，因去早市拢是安怎去的？毋是骑奥多摆呢，是骑牙去的呢。啊，而且哦，因咧菜买好要转去的时阵，拢嘛是线手对路边，佮三一只牙来转去做中昼的，做中昼的兼某啦。啊，过来，所以哦，你若看到迄路边的牙。生了较大只的，迄面相拢特别无共，因为因拢是安尼提心吊胆，看到人就回头赶紧要做一走，拢无咧插啥物青红灯的啦。过来上后一个拄则有讲到啊，就是新港，新港的鸭上济啊，迄共款，新港的鸭4个咧飞，啊人伫遐4个咧钓，就算讲迄鸭食菜念经哦，拢无较纸啦。人咧讲7月半鸭，毋知影死活。啊，伫咧阮新港，毋免等到7月半，3月妈祖生，阮就甲你控鸭肉羹，佮炖姜母鸭啦。就连迄哦，带蛤蟆来到家己进香，规个是安尼金光长长滚，乌鱼炒米粉。啊，若阮新港的鸭，毋但会去迎妈祖斗老咧，佮会甲家己比一个大大的赞，讲家己足好食。啊，讲到遮吼，真侪人咧笑，足甲我捧场的。啊，毋过哦，
外地人嘛是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讲啊，恁这鸡啦、鸭啦、鸡啦，搭这鸟啊是有啥好处？哪有啥好稀罕的？我讲哦，迄就是毋捌报的人才安尼讲。就敢摕火鸡来讲就好啊。火鸡肉饭严格来讲，就敢若两款，家己的啊，甲家己以外的。家己的火鸡肉饭好食咧，有3项代。头一个就是肉丝，阮是经，阮绝对是用真正的火鸡肉，而且哦是逐工现态，对菜市啊到大头，对大头，搁甲你的桌仔顶，你可会听到咕咕咕，火鸡也搁咧叫啦。而且阮是经咸坎肉加腿仔肉，安尼肉一只有够甜，肉一个有够油，食落就袂像恁外地拢安尼粗扁扁。迄着连阮阿公哦，来伫咧半暝的时阵，佫来甲我托梦呢，讲初10哦，都爱甲加拜几碗啦。啊，佫来第二项是油葱，这油葱吼，都爱用手工落去掰。然后再搁甲剁好油，刷落咧，再搁用猪油落去煸，甲煸好香，讲香。我甲大家讲，我敢用这来搅白饭哦，我就会当推3碗啦。搁来第3，这项是上界重要的。来，大家卡大家来摇看卖，看第3项是啥？这是鸡肉饭的灵魂咯。迄头人举手来，互你讲看卖。沙拉油毋是啦。换一头，汽油伤咸，毋是啊！换中的阿姊啊，哦，伊讲是籽油啦，真正去互你讲着，啊，毋过毋是对移动来的籽油呢。阮毋是，是鸡油啊！我要讲的就是鸡油啦。阮家己人的手，若是去互抓着着啊，迄老的拢是烧烫烫的鸡油啦。啊，这鸡油哦，就爱掺迄豆油，甲拌做伙。啊，若每一间大头应用的豆油拢无共，有的是家己生的，有的是去点仔灌的。啊，毋过人是灌倒一罐，迄着共乌一点罐，讲破无价值啦。啊，若伫咧管兜，就是阮阿嬷伊的嫁妆啦。所以这是东门变远，我真正袂当死个去宣传的。啊，一碗这白饭内底有肉丝、红葱头，也搁有鸡油，拌落。食落到底，香咸甜，伫你的嘴里摊开，咕咕咕，火鸡灵魂，即马就转来啊啦！啊，搁来讲到家己，每一个人的心目中，拢有一间上界好食的火鸡肉饭。也毋过哦，若要讲倒一间是冠军，迄真正着爱战南北、战天地、战东、战西、战关家、战甲天地分动动。伫我暗武功是安怎讲咧？迄就亲像恁中华的肉丸、台中的米糕、新竹的米粉，也个花莲的麻糍，每一个人拢会讲，啊，到阮兜巷仔口迄间上界好食啦。啊，搁来，我搁要来甲大家讲，就是家己的爆好鸡，这应该有一寡人有听过吼。啊，毋过因为今日时间的关系，我就干会使甲大家讲真歹势，咱后摆则搁继续甲大家说分明。我敢会当讲哦，家己的好食物实在是太济咯，讲拢讲袂了。阮遮无需要啥物米其林，阮遮是每一间拢老界部土豆林啦。阮遮每一间的大头拢是30担、70担、50担、70担的老大头，所以哦，若有机会，你一定爱来甲家己行看看咧。伫咧阮遮无需要炸地图，阮遮的火鸡会负责去甲你带路，保证互你食甲心花开。搁食着人情味，上后壁我看到迄台仔骹已经有几啊个，迄嘴啊开开，嘴烂插插滴啊啦。上后壁祝福大家平安顺遂，做伙来到家己，无烦无恼食饱哩。多谢大家。好，下一个热情的呼叫声，请咱的选手老婆。哦，真是迄个讲甲那家己的火鸡肉饭袂如好食，甲会烤鸡呢。好啦，来请咱的建成老师和咱的选手。这位参赛者吼，讲了足趣味啦。啊，伊的台语阁真生活化，而且伊嘛甲伊家己的文化的特色吼，甲伊融合入去啊。所以我感觉伊嘛算讲表演了真成功。吼，啊，而且我有要甲伊问2个问题啦。吼，第一个就是讲，你对家己的感情，就是讲，家己对你来讲，
有啥物款的意义，吼、而且台语对你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吼、2项，谢谢。就是好，有啥好？第一个是讲家己对我有啥物意义？其实家己是我去读册的所在，就是差不多3档前去甲家己。啊，家己是一个，就是可能真侪人去读册，拢会想讲要去都市读啊。啊，毋过我颠倒就喜欢家己的，因为家己的生活的tempo、生活的脚步其实是足舒适的。啊，比如讲，因遐足侪老厝啊，啊，佫有足侪好食物，真正是足侪，比如。就亲像啥物凉面啦，啊啥物薄荷鸡啦，啊个迄鸡肉饭啦，反正足济啊。若像阮即款若咧读册人，嘛就爱去找家己听。所以对我来讲，家己是一个足适合生活的城市，伊算是一个压力足少，啊毋过物件拢足好食，真正拢足好食的。嘿，毋是我拄则咧黑白，啥物黑各位吼，好，迄2字都袂讲的啊，就歹看。好，若是讲到台语，对我来讲就是台语就是。我甲台语，我甲华语，我会甲看做伙。真侪人会感觉讲华语个人一定，啊毋过，迄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足无实际的看法。因为阮兜是自细汉，就是阮阿爸、阮阿母，啊甲阮阿兄阿姐，其实规家伙仔甲单拢讲的，就是拢讲台语。因为迄就是一个自细汉的关系，所以嘛袂特别讲啊是安怎？啊你哪会台语特别好？恁兜是毋是有特别讲无？迄就是自然就安尼。所以我一直甲台语甲华语看做伙。啊，所以。有人讲啊，你读迄落啥？你若是讲台语，安尼是毋是你未来啥物成就会无好啊？还是啥？啊，毋过我感觉讲，迄拢是看个人的啦。就是你讲啥物语言，袂去影响到你未来的成就。你以后要去考着啥？你读啥物系，其实迄拢无关系。上重要的就是你家己有迄个心无，啊，要去对恁兜的囡仔讲无。其实对我来讲，处理讲，迄是一个成本上介低，因为你逐工讲，根本无需要开精神甲开单。你若做1岁讲到10岁，迄拢无需要开精神甲开单。啊，毋过你若做5、6岁要讲，迄就真正是足晏，啊，都爱加足骨力。所以我感觉讲，台语对我来讲，就是会使一个逐工拢讲的话安尼。好，以上。好，即个选手就拍扑啊！等者，我问一个问题咧，你感觉家己上好食的火鸡肉饭是倒一间？啊，要讲我家己真正推荐啊！你别当讲恁兜巷仔口哦，安尼无准。安尼敢会甲人咧做工商服务？你头头我讲2间。阮会消音，阮会消音。好，我讲2间，一个是阿红西，啊，一个是公园火鸡肉饭。即2间有人食过无？有食过野手，食过野手。啊，有好食无？还是你敢若破破啊？因拢有点头，因拢有点头。啊，火鸡肉饭就是有个人介意迄几间，啊，有人介意迄几间，就是迄分派分足严重，迄你去网络看，足侪人吵啦。嘿，差不多就安尼。好，搁一间，搁推荐一间，即间为阮中正出去，以前叫中正火鸡肉饭，啊，即马叫火鸡达人。即3间，你若无想要拣，你即3间拣一间去食，应该拢足好食。好，多谢咱即位选手。安尼嘛是爱紧记落来哦，连暝嘛是转去爱记去食，后盖若去家己的时阵，爱会记来食即3间。好，即马刷落来呢，因为咱的节目真精彩，所以咱爱继续刷落去表演。咱刷落来要欢迎咱的第6组。第6组呢，又阁是无共间大学的，是世新大学、世新大学的广电系、广电系的同学吼。因即马呢嘛是2个人，又阁转来个查某的，又阁是查某的组别，2个人，伊要来讲一寡趣味的故事。一个号做吴佩琴，一个号做罗柔安。安尼咱刷落来呢，就欢迎咱的第6组对爱小教室。大家好，我是吴佩琴，我是中华来的韩之一号。大家好，我是罗柔安，我是屏东来的韩之一号。阮是2粒韩之，现场是韩之囡仔的，拍下该吹落去啦！爱情的恰恰袂当放袂记，心爱会伫倒位？啊，想要甲你，想要甲你来跳恰恰恰，毋知你是走去倒位去？嘿！好啦，看你今仔日心情袂歹，是有啥物喜事哈？会食好，斗相报一个啊！其实
我有介意的人啦。哎哟，韩志总算要开会啊！无啦无啦，咦，你讲呢？就甲伊尻川讲互开会。开花，我的心花开，我的心花开，亲像春风对面车。莫讲唱啊，讲重点。哦，其实我有介意的人啦，毋过我对伊完全无了解，连伊是倒出去尻川，还是遮出去尻川。白痴哦，无人兴趣迄啦。哦，无我这个韩籍军师来教你要安怎做吼。哦，第一步，提出你的自信。甲伊讲，我介意你。好，你把播下电视看觅啦。好。对爱小教室。安打安打，全垒打，听。你咧创啥物？啊，我想讲，查某囡仔毋是拢介意讲野球。啊，我咧创啥物？你讲，你敢有看我详细？哦，你喺图书馆看册？无毋对。啊，你咧图书馆创啥物？我伫图书馆放野球，顺顺表表啊。神经病，会成功才有鬼啦。哦，袂使哦。哦好啊，啊你无我练习一摆啦。好。你爱小教室。讲话啊，莫干那闲册无讲话啦。哦，我就真避暑咩。而且查某囡仔毋是袂使伤主动。即马啥物时代啊？查某囡仔较主动有啥物无好？而且你又敢将伊讲野球，啊叫你甲伊讲几句话，就揪转去，有够无胆啦。哦，嘛无法度啊。哎，输啦。啊无，你就写一张请帖交互伊啊。听起来袂歹呢。对爱小教室。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想了几暝，确实嘛歹势。啊，记着伊，我就你用啥物爱情汉诗配的歌词啊？啊，无要写啥？当然是写你对伊的真心诚意啊。好，我叫 ChatGPT 互我倒写。毋准偷食步，甲伊扒落哦。哦，毋知要写啥啦。你要写啥？你要食牛肉汤无？头也是美女哦。啊，爱食肉，头才有气力，表表个。你着莫食紧弄破碗。莫甲我呛水啦。啊无，拄则看你跳舞跳甲袂歹。啊，你着试看觅，随跳舞。啊，ice contest 的时阵直接浸落。你凶哦。无毋对，笑惊熊，熊惊无天良。对爱小教室。我够恐怖啦！哦，啊，我就想讲放歌戏真趣味啊，可能会通，绝对袂通。我感觉我是好心好雷针，甲伊斗3工，你就甲我创治，无想要插你啊！啊，莫安尼啊，闪啦！啊无，你直接去表白，安尼对伊来讲较简单吧？啥物？表表？啊，我真的避暑呢。哎呦，记着伊，我心中都乒乓颤。你听，砰砰，我听着，砰砰，我听着你写哦，砰！这是我心中的声音。我感觉你真正爱食药啊！你讲你避暑，巴布啦！你拄则伫遐爱情的恰恰，明明就真敢表现。哦，有影吼。啊，好啦好啦，我来认真练习表表，你较好。喂，拜托啦！啊，好，来。哎，我有话想要对你讲。你咧讲啥物？甲你抬杠的过程，我拢真欢喜。我想要对你讲，我很信。讲药啦，我来去啦。啊，等一下啦，我介你，你咧，我有啥物感觉？完全无感觉。啊！你搁咧写啥物？头家来两碗牛肉汤，搁有头家，我介你。我你爱着的是头家哦。对爱小教室下课。
好，这组表演了有精彩无？真正是查某囡仔对无？就是查某囡仔对无？好，安尼目前呢嘛是请咱头下有一个老师还袂点着，咱请这位凯玲老师来和选手讲一下话咧。为即个足古锥的水楣啊，我足好奇吼，你用即个对爱小教室啊，拄则个对遐尼久着，我是想讲，想要问一下，讲这是恁家己的即个恋爱的经验，还是同学的故事？恁是用啥物即个动机？是家己的故事，还是即个朋友的故事？还是伊伫个恋爱的即个世界内底是有捌受伤过，还是足有足侪一精彩的故事、趣味的故事，啊想要了解一下。啊，恁两个是伫个即个上剧本的时阵啊。伫咧台北吼，要讲台语的即个环境可能较无亲像恁伫咧屏东啊，还是中华，啊，敢有拄着啥物困难？吼，还是无其他同学拢会当甲恁斗想一寡趣味的代志，会当甲咱分享一下。啊，啥啊，搁有一个好奇的所在，啊，恁两个足古锥着吼，那会想讲要用即种较笑译的方式，要用即个漫才的方式，恁袂讲向定型。变做女丑还是安那？拢有想要了解一下恁即个创作的即个创意即部分。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我家己的故事，就是我真正有介意的人。啊，我甲刘安就是朋友，好朋友，我就会甲伊讲啊，我有介意的人啊，毋过毋知影真正毋知影要安怎做，啊，毋知影要安怎熟悉伊。所以甲家己故事写入来的无？对。哦。啊，就是阮平常时就。真爱看漫才的表演，啊，我就想讲，平常时的恋爱伤无聊，啊，想要写一个较趣味啊，无自然的故事。无自然的故事。所以鼓励大家爱勇敢去对爱，对无？毋对。好，安尼真古锥，真欢喜恁带来这个表演。好，互因一个抱甲声。好，安尼多谢。好。好。头拄啊有一个恋爱故事，恁少年的时阵嘛有即款恋爱的故事，会当小举手一个无？哦，有人有即款恋爱的故事，介歹势。好，安尼呢，我即摆呢要来和另外一位主持人来小开讲一下。来，伊在斗迄个麦克风啦，吼，麦克，啊，拄因即组的麦克风，伊爱搁有工作人员甲伊交接一下。吼，我有听过一个笑话吼，伊讲一个女学生吼，学生昨晚才转去，啊，因母啊，就甲问讲，你去倒位？伊就甲顺嘴就甲讲，我去弄，我伫，这边安怎讲？那主持人比选手较紧张啊。我형용，毋知要安怎讲。伊讲我去弄爽啦，因母也讲你是个查某囡仔，遐晚转来啊，搁去风爽，啊是安怎？但是伊感觉应该是毋是这个代志，伊就搁甲问，好，伊讲妈，你若想去迄边去啊？我是去人爽，吼，所以我较晚转来。啊，伊若会晓讲台语，伊就免讲迄两字，爱讲啥？爱讲 long talk。哦，特别互因母啊，吼，因规家伙啊拢烦恼甲，吼，较晚转啊，若真正爽就无转来啊，吼，真正无爽就无要转来啊，吼，这就是咱台语甲华语有当时就会互人听毋着去，听甲吼怪怪，吼，想要安怎来想才好。过来，咱要介绍咱第7组，第7组呢，就是咱台南的囡仔，李建英甲陈伟汉。因是一个是大学台大法律系，请一个互伊一个抱个声好无？反正伊也袂出来。对，台大法律系好。另外一个呢是南大生态系，对，这嘛爱拍抱啊，咱台南的大学呢。对。好，因要来讲的呢，叫做毋通乌白药，药啥物呢？期待一下，互因一个抱个声。好，大家抱个声鼓励。两个少年兄出场。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乌鸟电视台欢喜出任务，
先来甲大家小解一下，我是上届缘投的阿伟。我咧是上届漂泊的阿健啊。阿伟啊，今日咱来到倒位出任务咧？哦，当然是这个成功大学来甲咱乡亲时代见面啦。是讲成功人就爱先顾身体，恁讲对唔对？哦，袂歹袂歹。看到现场定的观众是真欢喜，大家若要有福气，抱个声就甲阮吹落去。哦，袂歹呢。啊是讲阿健啊，咱今仔日来到遮，有啥物好康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哦，这当然冇错。来，就是这款乌鸟通天丸。哦，来，甲大家报告哦，这款你若食落，保证你精气神十足。保乌人可以当兼顾骨头，一顿3粒上有效。这济15分钟酸涩 out，酸软无力，拢总走了了。哦，啊是讲，互你讲到遮尔厉害，啊袂输仙丹嘞，一罐是要叫我偌济啊？即马哦，一罐1500块。哦，大家要要看3罐偌济无？我要要3000哦，敢是？啊，甲你讲，这你著有所不知啊！即马3罐啥意思？2000块就好。大家讲安尼会好袂？会啊！安尼大家买无？买啊！哎哟，观众朋友啊，我甲恁讲哦，恁今仔日买有着，开安你交档我一招。你若有介意，等下随来后台注文，是讲佮送你一组目药水，限量干那30组尔，把握机会。骹手慢蹲，买无断通，对心肝。哦，我甲恁讲啊，最近我来到着即个成功大学，有影会使讲是真好运。恁敢知影是安怎？最近拄啊新出的即款乌鸟通天丸哦，上尾一罐互我买着啦。我即马想要来食一粒看卖。啊，我也想讲，哦，我的好日子准备要来啊！这口味袂歹呢。阿汉啊，今仔心情袂歹哦。当然哦。真久无见面啊，大学有好耍无？哦，阿英啊，我甲你讲哦，大学甲我想的天差甲地，大家毋是写功课、赶报告，啊无就是看电脑，我逐工的疲累咧，啊蒙雾目睭阁看袂着，黑看做白啊！我咧想讲，我最近敢是有咧变老啊？哦，听你咧笑歌，你无看大家观众朋友看起来身体拢嘛比伊较好啊？有，比哦，一定是一日走趴趴，一暝点灯啦。大家拢他妈面脑咧耍电动哦，唔则着安尼拼暝工，卖他妈贪拖啦。还真有一罐药哦，你莫后袂甲我客啊！你敢知影这一罐足贵的呢？哦，少年就咧食药啊，莫非是洗地仓？哦，啥物人洗地仓会讲的啊？啊无，咱来问现场的观众朋友，有洗地仓的车举手？有无？有咧，真正有人。安尼等下要来后台注文一下无？哦，袂歹袂歹。啊是讲根本像我就毋敢讲啊。卖啰嗦啊！我来看。乌鸟通天丸，夭寿哦！这看就是无经过政府认证的药啊！你嘛敢咧惨惨就甲食落，我看你强要上西天啊啦！哦，真正哦，人讲唔惊，鬼空哭哭惊啦啊！我迄时阵就听主持人讲，这罐足厉害，就讲百面无问题，我就买一罐来食看卖有好无歹，你讲对唔对？啊，拢无人要搞你讲对唔对？哦，对嘛，你看拢有人甲我支持啊！哦，我雄感觉头壳有小可戆啊！啊！我的人生敢是要好有去啊！哎呦啦，无遐含啦，你嘛较食一粒尔。请呢，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像一款访问式的交易哦，7天内拢会当无条件退货，这厉害！而且咱嘛会当塔全国的食安专线1919来甲这无天良的厂商检举哦。听起来有影真有道理呢。来啦，我看你遮可怜哦。
甲你几个啊买药的撇步。好啦好啦大，家嘛要斟酌听哦。好，第一，动，来，大家做比动。动，大家对咧比哦。啊动，啊是要动啥啊？这就是叫咱哦买药的时阵，就爱细记，广告就爱先查证，毋通买前买，就像你即款镜头，安尼惨惨甲买落去。好啦，第二个，看，哇啊！这我知，哦，看顶面，若是有面册咧挂牌，咱就全甲包起来买转来啊。上好是啊，这是讲买药的时阵，就爱看药的包装甲标示哦，甲有完整。第三，用。用啊，这我嘛知。互你一摆机会。好啊，当然是爱选择有政府认证的药啊，也是去合规的药局诊所听专业的建议。正高，正高。当然哦。是讲，像你这款巧巧的人，哪会去用骗去啦？哈哈。哦，啊，你嘛莫去甲我亏啊！是讲这种无天良的厂商吼，我一定袂当互伊食好食亏。你买药到位啊？哎哟，伊遐好康拢嘛你掂咧啊！哦，歹势啦，我袂记你促销啊！我即马要安怎？莫插你啊！观众朋友啊，人咧讲咧，吃着药，青草一叶；食毋着药，人参一石啊。无毋对，网络买药啊，着爱说哩。升级的效果无合理，钱银骗去无了时，打击犯罪莫延迟。买药爱时，目睭着爱闭好金，安尼才会有彩色的人生。一定爱注意哦！多谢大家。好，大家抱一声，哇，声脆咧。够咧。讲一个后台咧排队呢，大家还袂听了就去注文啊。我准备要收钱啊。哦，有人在收钱啊。3罐2000，三罐啊，毋过毋通乌白药呢，毋通乌白药，毋是乌白药的药哦，是乌白药哦。对，对，咱请咱凯琳老师。好，恁两个拄则即个组合要讲的迄内容，互我真正去想到足侪细汉时阵听迄头时有迄卖药的广告哦，有够精彩啊！而且毋是干那互阮听甲感觉足好耍、足趣味。恁这后面阁有即个吼，要甲大家提醒即最重要的即个道理，所以好笑阁有意义。我感觉即个内容真好。啊，过来就是我最好奇的，即个恁两个一南一北对无吼？即个伟甲电对无？想安怎恁两个一南一北会当安尼组合做伙？想要听一下恁即个有啥物故事？啊，阁有恁即个恁是安怎平常时是安怎练台语吼？啊，阁有恁即个经验会当甲阮分享者？我感觉恁两个讲啊足顺的，而且即个内容足趣味的。啊，阁有嘛想要知影恁即个未来，因为恁读的即一个读法律嘛吼，啊一个读即个甲生态有关，啊有要望伫个即个将来甲台语会当运用伫个恁的所学内底无？我感觉问伤济啊，吼。我紧，阮安尼我第一个问题先回答，就是其实阮去年的时阵，就是阮两个做伙来参加即个比赛，啊，迄阵啊嘛是有碰到即款问题，啊，毋过就是阮就是会想一寡办法，譬如讲，逐工的时阵就是用面册安尼是训练，啊嘛是像现代嘛有提供台语的治疗师，啊，佮有阮嘛有找阮家己国小的文书，阮国小的文书伫遐，是用啥？各位会唱一个国小的文书。对。所以恁伫个无共所在，但是恁逐工拢会联络，就是练恁的即个剧本就对啊，讨论就对啊。哦，真好。阮迄阵会熟悉嘛，是因为台语熟悉。阮去做伙比迄种全国的语文竞赛，啊，毋过迄阵阮是无共组，我比字音字形，啊，伊比演算。啊，毋过就是有熟悉安尼，熟悉就感觉讲阮两个人的足大把，足大把的对，所以就做伙来参加即个比赛。真正足趣味。好啊，第二条我来回答，平常时是安怎练台语的？其实因为拄好今年有机会伫即个公司台语台录着即个公民咱的新闻，啊，伫即个过程当中，就是会当知影讲台语要安怎书写，就亲像头头有参赛者讲，其实台语有字，啊，咱就是透过即个字，会当互咱了解讲，要甲台语讲有较水的，啊，而且嘛足欢喜今仔日会使见到凯琳老师，因为我伫去年就是迄个半点钟讲人生的时阵，就是听到凯琳老师的声，然后感觉
希望讲就是像成功台语会当互咱有即个舞台，所以咱会使透过着咱的声音啊，传达着咱台语的水安尼。好，我嘛补充一点，就是我即马伫台北读册嘛，今仔公司台语台嘛有来奉送嘛，所以我讲，若是公司台语台有需要人才，安尼会当来找我对，因为我感觉，譬如讲我伫台北嘛会当感觉足明显，就是讲大家可能台语的，譬如讲阮的同学啊，台语的能力可能无较好，啊，毋过我感觉。最近有感觉大家敢若有小可规个社会有着对即个台语有淡薄仔重视啊，发现阮的同学其实台语的能力嘛有可能是定定甲我开讲，所以因的台语能力有淡薄仔咧进步，所以我感觉这是咱会当值得打拼的目标。啊那嘛真欢迎恁两位，啊那即个对即个台语配音有兴趣嘛，欢迎甲我联络。多谢老师。多谢咱的选手。咱今仔凯琳老师是迄个配音员哦，啊个讲师哦，恁伊第2摆来呢，顶年都有来比赛啊。对，旧年都已经有，旧年有看到因表演的野手一个，好无？旧年都有看到啊，无毋对。咱头仔即组呢，就是叫做毋通乌白腰，对，无毋对。大家敢有认真去记恁手内底迄张蓝色的？我即摆应该做歹选啊，大家拢袂歹，逐队拢袂歹呢。是毋是袂记哩啊？拢袂记一啊，系啊，不要紧。尾仔第2组已经是尾仔第2组咯，对。大家先记者，哇！大家拢开始咧记。我先来介绍一下咱上尾仔一组啦。咱上尾仔一组呢，第8组嘛是转来到咱的城台，城台医学系。因为他城台医学系哦，或者黄树红，伊要来表演的内容，表演的主题或者爱拼才会赢。爱拼呢，大家拢会晓唱对无？会晓唱的举手，爱拼才会赢。哇，大家拢会晓唱。啊，毋过呢，伊毋是歌唱组，即组是口语组。伊要安怎用口语组来表演爱拼才会赢咧？来，咱热情的播歌声，期待上尾仔一组，第8组爱拼才会赢。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城台医学系黄树红，叫我阿红就好。人咧讲吼，这世间人百款，有诶好也毋免趁，有诶咧度日都为难呐。毋过吼，有一件代志哦，毋管你是水也是歹，歹毋通比啉比我家己就好。水也是歹啦，圆也是扁，你甲我拢相共，是啥物咧？就是咱拢会食老，会退化啦。迄少年时吼，是走敢若飞啦，食老咧，食老都拄一支管啊，行无几步就话要停啦，泡泡姐，多谢。好啦，讲到吼，即个食老的退化，大家阁会想到啥哈？真侪人吼，尤其伫迄会所者，因人讲迄食老饭店、老人戆代志。毋是安尼讲哦，这正确来讲咧，是号做即个失智症。咱失智症吼有真侪款啦，咱上常看到是即个阿兹海默症，即个是神经退化来所致。是安怎来退化咧？就是咱头壳内吼，迄个神经细胞却歹去两白质甲脱掉咧。跳到遮，恁想讲，今日来看表演咧，毋是来上课啦。袂要紧，讲较简单咧。咱的神经吼，哪像一间厝啦？你厝内话吼，拢粪扫，你准讲要叫迄Uber送物件入来，嘛无路通好行嘛。所以这时间一个久，神经细胞怎枵死？你神经死愈济吼，你的记忆就会愈歹。落尾吼，就亲像我手头的这本册啦。原本的你的人生是彩色的，扫落来的。都会变做黑白的，佫刷来咧，啥物拢无剩哦，足恐怖的对无？对啦，毋知大家有听过人咧唱迄句，一时失志毋免怨叹，一时落魄毋免胆寒，失志免怨叹。毋过你若是食老失智吼，你都会真麻烦啊！这讲互你听，毋是要爱你惊呢，
是要你知影吼，当时通好去予医生看啦。啊，咱这卫生福利部吼，有建立出一个失智症10大警讯。啊，顶管所讲这头，大家拢要注意哦。啊，亲像啊，你也是雄雄找无转去厝的路啦，啊，无就是讲话啊，突然毋知要怎讲，啊，还有人迄写字嘛有困难，啊，还有一寡人呢，原本是真好性地，啊，选变做一个足爱使性地的人，啊，还有人哦，迄物件共藏去奇怪的所在，亲像锁匙共藏冰箱啦，啊，这镜头大家拢爱注意哦。啊，听到这一定有人想要问啦，啊，迄食老血素愈来愈侪，记忆变歹啦，啊，愈无头神，三不五时佫会甲迄遥控插入去冰箱，安尼敢是失智哈？我甲你讲吼，你也是正常的退化，人小甲你提醒一下，你就会记起来。啊，毋过失智都无共哦，还是人个安怎甲你提醒拢无效啦，佫会愈来愈食力。所以一定爱去病院，互医生详细检查。啊对啊，啊头拄则迄块歌也袂唱煞，后壁迄句上有名的，迄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上一句斗阵唱，爱拼才会赢。啊，大家你想讲为啥要唱这条歌吼？因为吼，你也着失智症的风险，就甲这条歌共款。3分是天注定，这个基因啦、侪血素啦，咱无法度改变。毋过，佫有7成人会当同齐拍拼来改变。亲像咧，这身体活动不足，啊，教育程度无够，中年大考忧郁症甲糖尿病，啊，听到这你一定喘一口大气。少年的讲遐济，啊，我是要对倒位开始改哈？袂要紧，我阿红，直接甲大家小解一个上简单的计划啦。咱新代就是这吼，新代老连所的白冰基教授呢，伊提出咱要预防失智。爱有3动2高的观念，啊，这是一个台语比赛嘛，使甲翻做台湾话，就号做3动啊，甲2拼啦。啊，这个第一个动呢，就是咱头壳爱动；第二个动出门活动；第三个动好会喘。啊，这个2拼呢，就是爱拼抗氧化甲拼学习。我解释互你听吼，这个头壳爱动呢，你会使去公园行棋啦，无写文章嘛。啊，这出门活动会使去游览。啊，做志工，啊，落尾啊，这个动好会喘，就是人华语咧讲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啦。啊，你会使去爬山啊、骑铁马啊，拢袂歹。啊，毋通喘甲袂讲话哦，安尼才是有氧运动，吼。啊，落尾这2个病咧，病抗氧化，就是靠食食，互你较袂老啦。亲像食即个菜头啦、蓓苓啊，拢袂歹。落尾这项病学习，就是吼，啊，去选一寡较困难的。较有挑战性的，啊，亲像即个跳舞都袂歹，有啥咧？啊，你甲看，这基舞步会使练头壳，跳舞步会使练身躯嘛。所以咧，把握今日即个3动啊，佮2拼的秘诀咧，互你食甲老，佮会补土豆啦。人生哦，永远是18岁，永远是彩色的。希望今日的分享吼，会使帮助大家了解失智、预防失智，咱做伙健康活到100岁，好不好？啊，100哪有够？爱讲无好，我搁试100哈。活到100好不好？唔好，搁100。活到100好不？唔好，好。活到100好不？唔好。哎呦，搁100。为虾米？因为我要健康，搁头壳正讲的100日。多谢大家。好，抱甲声吹落。无怪是咱医学的学生，咱的同学。咱呢，即马呢，请咱邱淑忠老师来和选手讲一下话。哇，咱老师，哦，写甲。咱阿豪咧等你甲问，伊真袂紧张啊。吼，昨昏演了都足紧张啊，今仔拢无紧张。邱淑忠老师。无开啦，无开，来，老师的麦克。安尼有听到，有听到吼。有听。老人卡啦，啊，过来就是讲，你足有智慧的，你无去参加吼歌唱组啦。
知影家己袂晓唱歌啦，所以来办考语组啦。你这就是讲，你这演说的内容吼，阮大家加足侪知识啦，吼，而且是即摆大家足注重的这个题目啦，吼，我感觉袂歹，多谢多谢。爱问问题吗？袂使问一个啊，你老师你敢有问题要来甲问？我请教你。嘿。麦开当摕，麦开当摕。医学院嘛。嘿，是。啊，你平常是安怎养生？养生哦。其实你问医学院的袂准，因为你看迄病院内底，叫你爱去迄什物，迄早起啊爱困啊啥，迄拢是叫患者去做的啊。迄医生家己拢是困无饱迄个，所以你问医生可能是袂准。啊，毋过我即摆袂去做医生的，所以即摆佫了有养生安尼。啊，透早就是拢食足健康啊，都是食迄种家己吹的迄什物番薯啦，啊无糖的豆奶啊啥，都是食甲足健康。食什么菜头甲白莲仔菜？迄都是中昼便当啊，哪有人透早咧食迄菜头白莲啊？我拢是中昼食青菜加食过啦，真正是。迄人咧讲迄啥211餐盘嘛，就是你爱食迄211，就是迄个啥，迄饭爱2份，啊，剩的就是菜一半，啊肉一半呢，就是你爱均衡啦，对。看阿红的身材就知影啦，讲自律啊，吼，自律啦，嘿，够足好诶。好，多谢咱这组的选手，多谢。好，总算咱的考语组已经来到上尾啊一组咯。安尼，大家手面顶是毋是拢一张蓝色的？你若有诈笔的，会当甲你的蓝色迄张填你的第1名、第2名、第3名。若无呢，你若炸手机啊，面顶遮 QR code 会当扫，有 QR code 会当扫。咱即摆要表演的项目是啥哈？这特别的表演是合做。互你讲啊。互我讲。我看后壁迄少年穿个足歹哦。后壁少年穿个足歹呢，敢若是即摆足时行的。对，足时行。好，咱欢迎咱即摆特别演出，就是咱的特别演出的第1组，欢迎普卡声。第一组。大家好，我是张继辉，代表成功大学走表队，代表成功大学 Hip Hop， 代表罗岗镇。我等一下要唱的这条歌，写的是我的态度，甲我心目中一部分的罗岗。对，所以等一下我就带大家 take a trip to 罗岗。OK, DJ, let's go.天后宫的风会烧一天，龙山寺来中声上一天，高曲向风声吹一天不见天，后声拍一天是伊老边电火讲一天徛伫海岸祈求生命保庇，每一天不死念着保庇。天后宫的风会烧一天，龙山寺来中声上一天，高曲向风声吹一天不见天，后声拍一天是伊老边电火讲一天徛伫海岸祈求生命保庇，每一天不死念着保庇。就保庇来自马祖堡。我的作品亲像拍菠萝，因果太巧，我讲无，写一个歌是哈口毛，欢迎来水倒水，唱的是 Triple J， 等到光阴转来，摕着冠军相亲甲你学咯。做大生意，亲像青条的地装脚囡仔，传承车饼的下身，因拢做袂晓念，迄叫隔壁的鸡汤。来鹿港，我来教你 How to make it happen。天后宫的香火烧一天，龙山寺来中声上一天高曲向，风声吹一天不见天，后声拍一天是伊老边电火讲一天徛伫海岸祈求生命保庇，每一天不死念着保庇。香火烧一天，龙山寺来中声上一天高曲向，风声吹一天不见天，后声拍一天是伊老边电火讲一天徛伫海岸祈求生命保庇，每一天不死念着保庇。慢慢行，我讲要走个运动定，因讲伊行上我就会走，你会晓的我嘛会晓，我会晓的你可能袂晓，见笑咱生气讲咩晓，可笑去了拍袂个水会倒。你路刚行到浮城一路的经验无碰见，所以总是拍算完全计划所有的准备 for rush。若是麦克伫我手内，我就无需要互相应，毋只代表成功大学，我阁代表罗岗镇。
天后宫的香火烧一天，两山寺内钟声响一天九曲响，风声吹一天不见天，雨声拍一天是伊老边灯火，讲一天徛伫海岸祈求生命保庇，每一天不时念着保庇。天后宫的香火烧一天，两山寺内钟声响一天九曲响，风声吹一天不见天，雨声拍一天是伊老边灯火，讲一天徛伫海岸祈求生命保庇，每一天不时念着保庇保庇。多谢大家。好，咱即马请太游老师。是，大家好，我叫阿佳吼，我的专业，莫讲专业啊，就是维持20档的兴趣，就是提子、人子、盘子。拄则伫台顶有看到这位基会，基会，对，基会。对机会不见天家啦吼，这条歌是咧写鹿港这个所在，为啥当初是想要写到这条歌咯？其实这是我第一摆去试用台语来创作。我这是第一条的台语歌。对，这是第一条的台语歌。我希望我会使用我写的字甲写的想法去表达我对鹿港的我看到的鹿港，甲我心内想的态度安尼。你这条歌内底有特别想要介绍什么所在是？拄则可能有足侪人听无清楚的所在。真侪，这条歌其实唱到真侪所在，但是我要讲一个所在是这条歌无写到的，就是文武庙。文武庙。对，因为文武庙离我家很近。伫到隔壁。对，伫阮兜隔壁。就自细汉大汉的所在。对，一直去遐耍。你这条歌有特别使用鹿港腔来做？有一部分，但是我讲老实话，我的台语其实无介练长，所以我是去试看卖加一点鹿港腔进去，但是无法度规条歌用鹿港腔去唱，但是我有写着一部分的鹿港腔，就亲像我有一句话是讲着歌米的鸡汤，迄是鹿港腔的结尾的鸡汤的讲法。对，就是想要加一点进去，但是我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出来这样子。对。是，因为我的感覺就是你拄只第3段的 hook， 第3個 hook 的時陣，你其實到後邊保庇放掉。對。其實但迄個 breaking 頂管攏聽會真清楚，就是會當互你佇你的 verse 第一句的時陣，會當有換開的時陣。verse 第一句就先換開。其實你的保庇，迄其實會當放掉，互迄個音樂咧走。其實你兩準備第一段的 verse 準備。你其實你有第2段的。一開始就是無笑到嘛。對，所以這應該是後擺，這攏是經驗，然後所以後擺會當注意一下。好，謝謝老師。感謝努力。好，這組還有傳應援團哦。播個聲水落，傳個聲水落，來，這邊梳理家，來，看鏡頭，看鏡頭。OK， 播個聲。來特別表演哦，有演到無？歌家。好，咱過來呢，唔是干那一組爾，佫有另外一組，嘛是人子的哦。咱歡迎後一組人子的選手。高早。大家熱烈掌聲來歡迎咱這麼緣投的少年兄。大家午安，大家好啦！讚，大家攏足有精神，毋像我打困醒，哎呦喂啊！我張的啦，韓版的農家主題，今仔來到這，不只是來唱歌，閣來賣藥啊！這個文明病大家攏有，三不五時頭較痛，肩胛頭酸，骹頭有滿紅。行2步就穩落爬袂起來，或者是講行2步啊，骹頭有愛椎間盤，嗶嗶癟癟、死死酸酸，食無爽快。
这个时阵就要选用阮天宝生物科技的药品。安尼产品足侪种，我今仔拢无查来。啊是安怎要查？啊无要紧。啊有卖啥物产品，拢无要紧。大家耳孔拍开，真足甲听，等下一项一项介绍，互恁知影。来，老师音乐就走落，谢谢。天宝生物科技工商插播，介绍咱的产品。天宝公司独家提供。天宝起哥，外面是买无的。再来介绍咱的产品。天宝用能源，食老三行摆有够歹，比比白白丝丝甩甩，阮落都爬袂起来，空喙袂健脾，糖尿病高血压，孙中药高发泡剂，各地药房询问天宝用能源。食老82岁，满厝囝儿4岁，好功能治好嘴破嘴臭膀胱漏，打打滴滴买棒棒无拍骹唱，膀胱硬袂调，关节退化袂爬楼梯，袂当拜请公妈2张香，三跪九棘手，三跪九棘手。骨头查某曲丝红，阿在半暝冰冰冰冰，裤底爆米芳。往生西方记录世界，金钱带袂走。后生做囝智慧无开，学学袂晓。副变数，滴滴答答放袂了，一暝放6届，肩膀放无硬袂调。天宝用能源，天宝用能源，食了3项歹有够歹，比比白白丝丝甩甩，阮落都爬袂起来，空喙袂健脾，糖尿病高血压，孙中药高发泡剂，各地药房询问天宝用能源。食老82岁，满厝囝儿4岁，好功能治好嘴破嘴臭膀胱漏，打打滴滴买棒棒无拍骹唱，膀胱硬袂调。天宝好正源，天宝好正源，血路袂循环，骹麻手臂阮落爬袂起来，头晕目暗，耳孔放放叫，中药高发泡剂，耳孔放放叫。天宝好正源，食到82岁，治好喙破喙臭，膀胱漏热，肩膀2、3滴啊，真正好功能，骨轮骨目酸痛疼麻。天宝好正源，天宝用能源，保你前往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宝好正源，保你换着拽着脚筋慢按3工2暝1000块，治甲保利利。天宝用能源，食老3项歹有够歹，比比白白丝丝甩甩，阮落都爬袂起来，空喙袂健脾，糖尿病高血压，孙中药高发泡剂，各地药房询问天宝用能源。食老82岁，满厝囝儿4岁，好功能治好嘴破嘴臭膀胱漏，打打滴滴买棒棒无拍骹唱，膀胱硬袂调。天宝生物科技独家提供，来电话甲抄起来，起来，等下会当来卡电话。袂歹，用抄起来，抄起来。来，我卡互恁看。您拨的号码是空号。靠腰，无要紧，你我照常加杯好无？我唔知会安尼。囡仔人注意力袂集中，要习惯来食看卖。讲的是真的，比我贵的产品就无我好，比我好的产品唔敢讲，真正唔敢讲。细骨掌，发骨肠。古板落角角，物件若无好，打电话做你来干掉就无要紧。听我的节目爱买也毋买，实在哩，人生来意外成果，幸福先来是真歹讲，讲的是全事实，信相信拢总在个人。飞天转地，家己好正源。飞山走石，天宝顾脑丸，天清清，地灵灵，头晕目暗，死困眠，天宝稳，天宝在，一罐1000点为零。囡仔人注意力袂集中，要习惯来食看卖。讲的是真的，比我贵的产品也无我好，比我好的产品是毋敢讲，真正毋敢讲。生骨掌，发骨肠。
旧版落角角，物件若无好，打电话做你来干交就无要紧。听我的节目爱买啊毋买，事在你人生啊意外成到幸福成大的是真歹讲，讲的是全事实，信相信拢总在个人。飞天转地，家己好转圆。为山走石，天宝顾哪完？天清清，地灵灵，头眩目，暗时困眠。天宝稳，天宝在，一罐1000点为零。真正卡袂通，真正怪。好，谢谢大家。大声水落。嘿。我来三档的成功台语歌听秀，多看迄个民妇吼三档的时间，对吧？安尼哦，敢是？大一就看到你安尼。对啊。对我熟悉遮侪档啊。啊，一年看一届啊，哦，有咧心中啦，有咧心中。较接看的啦，至少半年看一届啊，一年看一届。至少你已经开一间药房啊，吼。啊？诶。无啦，你药房毋是我开的，这毋是你开。这电台开的。哦，我事业无做遐大。啊，这间这天宝新妇科技迄个药房哦，这间你伫遮上班啊是安那？无啊，无上班，无上班。无上班哦，你是无意当中？我做主线的，甲做主线，帮因做代言。哦，做宣传啊。做宣传对，啊，拢无摕半仙钱。做我帮因做即条歌，啊，宣传遐个药品，啊，恁遮的人等下买一好无？无我要散气。啊，当这时，咱是讲要唱这条歌，要创作这条歌。因为这是电台嘛，电台拢会卖一寡药啊，有的老伙仔会买药啊。这药啊好是，毋知影好啊歹啦，我拢嘛毋知影，我家己看袂出来。啊，你无遮你个帮鼓舞？哦好。就是讲这药啊，我毋知好啊歹。哦。啊，反正我就听会感觉讲哦，查某是我若坐伫遐，头壳就出现迄个声音，天宝永亮，甲死啊！是。我度一直唱伫我脑海当中。我就规矩也写做歌。哦，规矩啊。啊，希望看看大家讲，这。你嘛真真足的，每一个产品拢写真刁钻啊。无啦，因百几项的，我写4项尔，要较济。所以天宝新妇科技这间药房其实会当做一张专辑，这条歌小拍算啊。你嘛知影，这歌就是爱安尼，100种的药品啊，4条写一歌，写一条安尼，写25条。我若一条甲写好了，安尼我。后盖要写啥物？哦，对啊，对啊，对啊！我想明年个会当去看到你诶。明年我搁换别种的药啊，用山用力丸，用山通关丸，搁别种啊。感谢民妇，感谢。谢谢。好，感谢咱的特别的演出。啊，伫咱特别演出结束了后呢，咱口语组的得奖的名单嘛已经出来。咱先来欢迎所有的团队口语组啊起来台顶。阮请所有口语组的，咱有一个进入决赛的奖，请所有口语组先起来台顶。请咱的周淑忠老师下来为咱颁奖，先甲所有的少年兄甲鼓励一下。对。大家拢爱起来哦，头拄有8组。咱的表演者先徛起来台顶。好来，请咱的所有的组别出场，捧个声，捧个声，出来。第2组的，第1组的。出来，哎，新的嘛搁伫咧，过来，徛较客咧，不要紧。好来，过来，拢总有8组哦。好，真的呢，因为咱所有的队伍呢，即摆甲决赛呢嘛是足无简单的，所以呢，先请所有的队伍起来颁即个叫做成功少年奖。这先用一个牌啊，先准算就好啊。咱先翕相，老师徛中，C 位。中一个位，C 位让一个位吼。苏忠老师。过来就是爱颁发咱的。好来，翕相哦，看镜头。音乐呢？袂歹，有咱公司台语台都是有遮尔好。倒手边。拢毋免惊会冷场。
反正拢无压力嘛，吼，拢笑会出来，大家足紧张的。抱个声水落，鼓励鼓励嘿，多谢多谢，多谢所有的祖辈。恁扎落去就好，互因扎落去就好。来，为倒手边落来，好咱刷落来呢，要公布咱的所有的奖项。要紧啊，袂。好，咱要来颁发第3名，第3名是秀场传奇奖。等一下哦，咱先邀请咱的凯琳老师。凯琳老师来给咱颁为奖。颁奖。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好，老师拢坐伫舞台观众席的中，即马老师上台咯。好来，即马。老师看一下咱的上水的面。好，即马要来公布咱的第3名，秀场传奇奖的得奖的是。即马都无音乐哦，不要紧不要紧。来，第7组唔通乌白药，抛下出来。出场第2台，第3名。好，无问题。先互恁摕咧，走了后台。来，为这边。老师有物件要送恁哦。老师送礼物，来，来，廖名书伫倒位？廖名书，来，翕相一下。翕相一下，免翕。好，来。来，咱第2名嘛已经有名次啊吼，先请陈建成陈老师来给我们颁奖。建成老师。是秀场天王奖，天王奖。得奖的是第2名秀场天王奖，得奖的是第5组家己好食款。第5组的少年兄，家己来的哦！恭喜！来看正中的镜头。哇，咱在期待。这前3名就多谢，好个声水落。再来，咱请陈吉安老师来为咱颁奖第3名，第1名，歹势，第1名新达奖，得奖的是第1名新达奖，得奖的是第8组爱拼才赢。哦，咱新代学生。抱我声唔通停呢，这是第1名呢。上好的新秀达人奖，最佳新秀达人奖出头天哦，恭喜！伊的家私足济吼，安尼，昨我就看伊咧变来变去，变魔术哦。好，多谢。好，再来。看到人变魔术呢。咱搁请到咱周老师，为咱颁发观众特别奖。观众特别奖。迄是大家投票的嘛吼。对，星光闪闪奖。星光闪闪奖，得奖的是。我看得奖的是第3组独立。咱成功大学的台文系学生，伊的口语足明的，足清的，有机会哦。咱台视公司台语台伫遮有机会啊，好啊，栽培。好，多谢。好，再来，咱陈老师、陈建成、陈老师，甲咱颁发上佳的人气奖。蓝宝石哦。最佳人气奖、蓝宝石基青奖，得奖的是。还未宣布。免紧张。
第7组唔通乌白药，互我写水落。哇，真高呢！哇，连续得奖。来2个少年兄，吼，逐工安尼 meeting 吼，真正。真正有代价啊！吼，逐工安尼练。好，多谢。多谢陈老师。恭喜咱所有的选手，嘛多谢咱颁奖的老师，多谢颁奖的老师。接落来呢，咱就要来邀请这组特别的表演。这组特别的表演呢，就是台声台台文系陈以涵要来带来这条做路，扑下声吹落。相信，前方你就要来去。河边水啊，散步我咧赶路，七分的风吹来你的笑容。成功的路看茫茫，咱的交涉地图是安怎要行这条路？现代的人定定咧喊咪，牵脚踏车煞几摆拢倒去，10点半较招呼，昨昏都无困呢，拍马下面写你的名字，大学生活洗啊洗，吹啊吹。学堂歹找无位停，马社团要开会，搁爱拍散工，代志全部加做伙。看人笑人歌咧唱无你的前批，看走山的声门我倒囥，问时间要带阮行去地，当大人的路，有三时就咧。开始落大雨，吹歹也雨伞吹拢无，一人一人表情较好，真正听心内的烦恼。伫未来关的暗暝，互相流开求进步，看看走找通光的方向。大风起。找到离路，做伙行向家己的出路。青春时间无够行到路尾，老路精彩的问题甲对话，对宿舍到厝细，对困倦到社会，离开后才听到你的体会。好声记伫酸咸甜倒一味，如果继续起来去别位，醉茫茫放袂离。心情敢有苏醒？安静的黄昏是你无屁事道理，对长长的故事行脚花，写一条少年的对象曲，当大人的路，不三时就咧做路，自己的。
的我先讲声蓝露露，谢谢你陪我长大，长累了是讲太好。车渐渐要去行，感谢你开路陪伴。昨昏的打拼，甲阮电影带阮来到这，有一站要去达平安顺行。港北正落地，无声。多谢啦！多谢宇涵过来这首歌啊！逐当声台拢有毕业歌的精选，就是我是自细汉就有咧写台语歌，所以就是台语甲音乐就是我上重要的兴趣，所以就想讲要安怎用音乐甲台语，甲我伫台文系所学习到的物件，佮有对台湾文化，是对声台的感情写出来，对所以这首歌叫做《走路造路》，对这个灵感是来自因为声台附近因为有地下水道常常咧修理哦，所以常常会封路，对毋过这个意象就互我想到，其实阮咧行每一步头前的路，其实拢毋知影，就像先讲台语，先讲台语一定会成功。毋过人讲到台文系，也是讲你是讲台语的人，你听少这个台语，毋过你常常会拄到一个问题，就是讲你读这要创啥，你讲这要创啥，就是想讲台语无路用学台文无路用讲母语嘛无路用，为虾米要读要吹哨？我就感觉讲路是人行出来的，爱用才会有路用，所以就是这走路的这灵感就是安尼。最后一句真重要，就是甲五望种落地，无声行踪。这个无声是纪念伫咱对声台有真侪付出的林木生教授安尼。就是有这段故事分享给大家，多谢。好，多谢宇涵。好，咱即届呢特别邀请宇涵呢，佮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即届声台毕业歌的评选呢，拢总有几首歌投过。有三首台语歌，今仔日原本佮有另外一个团队会来表演，毋过因是一个足厉害，甲民谣，佮甲台湾社会，佮甲声台生活。拢甲伊揽做伙创作一条歌，叫做小媒体。因原本今仔日嘛会来，毋过拄好有临时有时间的问题，这个行程表已经真满，可能无法度搁调整，所以就真遗憾。就是希望大家会当去 YouTube 内底听这搜寻这个成大毕业歌内底就有7条歌，大家会当去听。好，所以呢，真感动吼，就讲咱的少年用台语来写歌，所以这就是因来替咱台语的发展做路，感谢因。好。今仔的节目呢，来到上尾啊，咱来复习咱成功台语的一句口号，咱是叫做成功人，成功台语，台语一定会成功。咱连咪做伙讲这句，好无？好吼，咱做伙甲这句话写伫面顶，咱做伙甲这句话画出来哦。好来，成功人，成功台语，台语一定会成功。搁一遍，成功人，成功台语，台语一定会成功。好，今仔日2026年成功台语歌听秀就到这结束，多谢大家来，明年咱再会。多谢大家。
再会。